本年度周年大選補選喺3月25日至28日順利舉行，點票工作亦都於3月29日喺2名選舉監察官監督下順利完成。候選學生會幹事會內閣宏禧13名候選人、校園電視內閣候選成員、學院編輯委員會候選成員、候選普選評議員全部當選。校園電視訪問咗各個當選單位嘅感受，以及佢哋希望喺任內最快做到同埋最想做到嘅一件事。其實自己就好感動，都好感激同學喺呢個補選依然肯出嚟，俾多一次機會我哋去服務學生會。咁我哋亦都承諾喺來年嘅莊期會再次令同學失望，唔會再有上一年嘅一啲事情，令到港大學生會蒙羞嘅事情發生。我哋見到一啲漏洞，其實可以令到幾個人係把持住成個學生會或者評議會，所以最希望快啲喺評議會入面討論翻點樣去修改翻啲漏洞。我哋好想多謝一班嘅港大學生啦，因為我哋睇到我哋今次好漫長嘅周年大選風波，我哋睇到港大學生對一個公平公正選舉嘅堅持，對康正港大學生會嘅一份希望同盼望。咁我哋校園電視能夠成功當選呢，係覺得非常之高興嘅，咁就可以即係真正去正式去服務翻港大嘅同學。咁我哋喺今年度啦，我哋就好想係秉持住我哋作為校園傳媒嘅一啲嘅理念啦、一啲嘅觸覺等等，咁就去製作翻一啲高質素同埋多元化嘅節目俾大家去欣賞，呢個我哋最想做到嘅嘢。好開心啦！喺今次即係5個 podcast 候選人裏面可以以最高票當選，咁都證明咗我一直即係由之前嘅參選到補選，派傳單同同學接觸嘅努力係冇白費到。校園電視未能夠喺截稿之前聯絡普選評議員周俊明、蘇卓堯、梁詠浩、黃詠朗接受訪問。校園電視記者龍海欣報導。